我本身咧就係一個好發燒嘅歌迷嚟嘅。遇到任何類型嘅歌曲咧，我都希望有機會去嘗試唱下。馬拉歌係Ulu kakak Regati jantena Nenek sudah tua我會笑嘅唔得嘅，費事影響佢哋啲馬拉文化。真係，如果我有能力嘗試唱下咧，我都希望可以去嘗試唱下嘅。咁啊，至於嗰個結果係點咧，我都唔理嘅啦。不過咧，我就從來都未諗過，我係會將唱歌當為我嘅終身職業。因為我以前咧都好多願望嘅，我希望有一日做醫生啦，或者係做律師啦，或者係做稅務官啦，或者係做空中小姐啦，必要時香港小姐我都唔介意嘅。係啊，因為舊年咧我要做演唱會嘅關係，所以咧我就唔得閒參加舊年嘅港姐競選。我自己都好似覺得錯過咗呢個機會咁樣嘅，真嘅。雖然咧我就冇參加，但係我哋有將佢錄起嚟睇。每逢遇到呢一類咁大型嘅節目咧，我一定唔會錯過。我最中意睇嘅咧就係當港姐競選去到尾聲嗰一部分啦，就係當司儀宣布名次嗰一剎那，哇！嗰個氣氛啊，好緊張嘅。1986年度香港小姐嘅冠軍係99號徐小鳳小姐。好感動啊！我估唔到你哋全部都投我票。你話有朝一日，如果我真係做咗香港小姐，我諗我真係會感動到流淚。我真係準備去參加㗎啦！你睇我衫都做定晒㗎啦。你知啊，參加呢一類咁大型嘅節目，除咗美貌與智慧並重之外，嗰啲奇裝異服都好重要嘅，雖然係論盡少少，好似隻海豚咁啊！不過逢係靚嘅嘢都好麻煩嘅，好似我咁。你知唔知啊？做唱歌呢個行業最開心係咩時候咧？係我唔係咁嘅意思，其實係啊！你哋真係好聰明啊！做我哋唱歌呢個行業，最開心嘅時候咧，就係當聽到你哋嘅掌聲以及歡笑聲嘅時候。但係間中我哋都會遇到一啲唔係幾開心嘅時候，甚至乎好閉翳嘅時候。
唔開心嘅時候咧，就係當我哋聽到一啲好無謂嘅謠言嘅時候。但係通常我哋一遇到呢一類咁嘅事情咧，大多數都係一笑置之嘅啫。因為好多時有好多好朋友，或者係傳播界嘅好朋友，間中會同我哋開下玩笑嘅。我諗都不必認真，唔需要介意。閉翳嘅咧就係、唱到今時今日都仲未嫁得出，你哋好開心啦！幸災樂禍嘅。有時我自己放完工翻去，對住塊鏡，都唔係幾捨得落妝，自己以為好有型，喺度問：究竟我有咩唔妥啫？唉，其實緣分呢一樣嘢真係可遇不可求嘅。你知啦，件嘢等得太耐又唔係幾好嘅。我係話呢件事等得太耐唔係幾好嘅。乜我係嘢嚟嘅咩？等得太耐嘅時候咧，整下嗰個人咧會好灰心，同時仲會冇晒信心添。但係早一輪，我打開張報紙一睇，我當場對自己又充滿咗信心，同時仲覺得自己好有希望添。因為喺香港有一個女議員，佢叫做葉錫恩議員，今年70幾歲，都係正話至結婚啫嘛，係咪？咁樣驚㗎嚇！大把時候喺度咧，好恭喜葉議員有個非常好嘅歸屬，同時亦都係等自己高興。跟住落嚟嘅一首歌曲，好想送俾各位嘉賓。呢首歌可以講得係我嘅心聲，順流逆流。
幾多心酸也未放手，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，只緊心中已原來走，不相信未在你身邊先可擁有，只相信時候雙手。